歐盟同中共係勁敵，法媒指假朋友或摧毀產業。美國豁免科技產品關稅，蘋果與台積電如釋重負。川普政府終結美國國際開發總署聯合國預算黑洞近6000萬美元。美88所高校超500名學生與教職員工失去簽證。授權軍方管理美墨邊境，川普簽署備忘錄。中國外貿業崩潰，關稅飆升引爆出口寒冬。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睇今日頭條，我係張欣。今日係香港時間4月13號。接住落嚟，我哋聽一段廣告。而家越嚟越多嘅長者關注慢性疲勞同睡眠問題，而三高代謝寶正成為唔少人嘅健康新選擇。70歲嘅安娜嚟自加州三藩市，就有咁嘅真實體驗，聽下佢點講。我覺得我人攰啦，我聽聞你哋個產品好啊，係真係食過好啊，咁我未攰，因為我有糖尿啊。安娜患糖尿病接近20年，2年前開始打胰島素，但係用咗三高代謝寶之後，佢覺得有明顯改變。咁啊，而家呢，我食你啲三寶啦，成日個人又冇咁攰啦，正常一啲啦。而家都唔瞓晏覺啊，會唔會去夜尿噶？你會唔會有啊？以前3次，而家1次啦，腸胃好翻。前呢我食飽咧，我隻肚脹氣嘅。哦，咁而家食飽佢唔脹氣喎，而家唔脹氣啊，而家好舒服個肚噶。總之咧都係有好多幫助嘅。三高代謝寶承傳古老秘方智慧，以調養五臟六腑、疏通經絡、激活人體嘅治癒力。想要了解更多詳情，請睇影片下低嘅置頂留言。12號，習近平呼籲歐盟共同抵抗美國關稅戰，但係法媒將此舉形容為假朋友。法國經濟學家更指出，若果無法進入美國嘅中國過剩貨物湧入歐洲，可能會摧毀歐洲產業。法國回聲報分析，美中兩強相爭，歐洲產業亦將面臨極大危險，因為川普嘅極高關稅好可能導致中國生產過剩嘅產品最終都將轉去歐洲市場。報道將中國形容為假朋友，指歐洲對此已經有防範意識。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曾表示，歐洲將唔會容忍遭到美國關稅影響嘅中國貨物轉向歐洲，且如果新嘅監管機制偵測到中國入口增加，歐盟將採取保護措施。中國係歐洲最大入口國，貨物早已經湧入歐洲各大港口。中國產業嘅製造成本比歐洲企業低咗3到4成，加上中國科技發展與公共補貼，早已經令歐洲不滿北京嘅不公平競爭。國際貨幣基金前首席經濟學家布朗夏形容，川普對中國關稅嘅影響將係飛向歐洲嘅回力鏢。經濟學家克立解釋，要特別避免中國電動車同電子設備湧入歐洲。呢個對歐洲嚟講係風險，因為呢啲入口商品價格比歐洲製造嘅低廉，成員國唔能夠單獨行動。中共總係試圖挑撥各國之間嘅矛盾，美國亦係。法國一家金融管理機構首席經濟學家高茲梅指出，繼續向中國開放邊境，意味住與一個摧毀歐洲產業為目標嘅國家進行貿易。華府智庫戰略企國際研究中心歐俄企歐亞計劃主任帕格曼表示，我唔認為歐盟同中國會團結喺一齊嚟對抗美國，因為彼此都係出口導向經濟體，因此係勁敵。尤其喺汽車同潔淨科技領域，歐盟好難會團結一致支持採取與中國深化合作嘅策略。14號，歐盟貿易首席代表謝夫喬維奇將訪問華盛頓，與美方展開磋商。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表示，財政部、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與商務部嘅團隊正全力推進談判。我哋要喺90日內完成90個協議。白宮官員表示，美方嘅目標係響呢段時間內
與多達90個貿易夥伴達成協議。貿易代表辦公室200名員工正日以繼夜工作，與各國談判代表來回審閱協議草案。目前，美方與英國、澳洲、日本、南韓、越南、台灣等多國正密集交換貿易提案。12號，中華民國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表示，美台都期待喺近期內就對等關稅、非關稅貿易障礙，包括出口管制在內嘅其他多項經貿議題進行後續協商，共同建構強健穩固嘅經貿關係。中共除咗祭出125%高稅率反擊美國之外，仲傳出將拋售500億美元美債報復，並話係核彈級報復。12號，台灣軟件工程師杜奕瑾喺臉書上貼出一篇美國財政部售出嘅材料，其中圖表標題寫住一句話，意思係中國賣咗幾年啦，點解美國仲未冧？杜奕瑾話，中國美債目前佔美國總國債2.1%，你唔要打折高利率嘅美債，大把人要。9號，中共總理李強就召開經濟形勢專家同企業家座談會，強調要做大做強國內大循環，將擴大內需作為長期戰略。不過近2年中國經濟持續下行，民眾消費降低，內需不振已係公開嘅事實。多位業內人士提到，中國外貿廠必然轉內銷，到時喺國內一齊玩完。而近日，中國半導體協會發布緊急通知，調整半導體原產地認定規則，稱集成電路原產地認定規則須知，以流片工廠所在地為準，而非設計公司所在地。因為美國 IC 設計公司多由台積電代工，網友認為此舉意在規避125%對美關稅，將美國貨變台灣貨。網友們熱議道，承認台灣獨立，高端電子產品全係台灣產啦。晶片如果唔喺美國流片，就唔算美國原產，唔受對美關稅影響。前德州議員博哈克表示，美國並非在發動對華貿易戰，中共長期以嚟一直在對全世界進行多方面嘅戰爭，通過欺騙同竊取手段。喺川普嘅新關稅下，美國即將不費一槍一彈贏得呢場戰爭。美國政府喺4月11號晚公布對中高科技產品嘅一系列關稅豁免政策，將智能手機、電腦、晶片等核心電子產品排除喺125%嘅對等關稅之外，同時亦免除10%嘅全球基準關稅。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公布嘅豁免清單顯示，受惠產品包括電腦、伺服器、智慧型手機、印表機、晶片製造設備、無線通訊設備，比如基地台、路由器、記憶體、顯示器、集成電路與晶片零組件等。呢啲產品多數無法喺美國本土大量生產。蘋果公司係其中受影響最大嘅代表。資料顯示，蘋果超過80%嘅產品，包括80%嘅 iPhone 同超過半數 Mac 電腦都喺中國生產。自美方宣布加徵關稅以嚟，蘋果市值已經蒸發超過6400億美元。分析師丹艾夫斯形容，呢項豁免對科技企業嚟講，如同暴風雨中嘅陽光，特別係對已經喺美國投資晶圓廠嘅台積電同其他半導體製造商意義重大。不過，呢項豁免可能只係暫時性。彭博社指出，呢啲豁免源自川普政府時期嘅一項命令，未來仍可能面臨其他形式嘅徵稅，亦因此呢項措施雖然當前有利，但未來仍存在不確定風險。根據蘭德公司中國研究中心副主任傑拉德·迪皮波分析，呢次豁免覆蓋咗美國自中國入口品項嘅約22%，顯示美方意圖減緩對消費性電子市場與一般民眾嘅直接衝擊，而非釋出中美緩和嘅信號。美國宣布豁免智能手機、電腦同晶片等商品嘅對等關稅之後，白宮4月12號表示，川普政府明確話，
美國唔能夠依賴中國嚟製造呢啲關鍵產品。4月12號，聯合國人道事務協調廳傳出重大震盪。根據內部通訊揭露，受美國總統川普政府大幅削減人道援助資金影響，人道協調廳將裁減約2600名員工中嘅20%，亦就係超過500名員工，創下歷來最嚴重嘅人力調整。人道協調廳負責人弗萊切喺致全體員工嘅內部信中指出，對於人道事務協調廳嘅使命，以及我哋所協調嘅全球人道系統而言，我哋目前所面臨嘅處境可謂前所未有嘅嚴峻。根據法新社取得嘅信函，弗萊切表示，美國歷來係最大嘅人道援助國，每年對人道協調廳提供約6300萬美元，亦係人道協調廳計劃預算嘅主要支柱。但隨住川普政府喺2025年初全面重整外交政策及國際援助架構，美國政府唔單止大減國際援助資金，甚至下令解散美國國際開發總署，進一步衝擊咗全球嘅人道援助生態。根據資料顯示，川普政府已經取消高達83%原本由美國國際開發總署資助嘅人道計劃。美國國際開發總署年度預算高達428億美元，佔全球人道援助總額約42%。面對美方凍結資金，人道協調廳透露，2025財年度嘅總預算約為4.3億美元，當中約有6000萬美元缺口尚冇着落。儘管自今年2月起，內部已經採取節流措施，節省3700萬美元開支，仍無法彌補嚴重嘅資金斷層。弗萊切喺信中仲坦言，未來人道協調廳將減少繁文縟節，以提升行政效率並降低經常性支出。外界擔憂人道協調廳裁員將導致緊急救援響應速度減緩，資訊整合及資源分配出現落差。喺國際災難與衝突頻繁發生嘅當下，全球各界正密切關注聯合國將如何應對呢場前所未有嘅資金危機，以及其他會員國係咪將出手填補美方撤資造成嘅缺口。4月11號，美國有線電視網 CNN 報導，根據法庭文件、律師聲明以及全美各大學發布嘅公告，到目前為止，美國政府已經取消咗88所高校中529名學生、教職員工同研究人員嘅簽證。美國國務院正在取消學生同交流訪問者項目中嘅記錄，並未告知大多數大學或學生其簽證被取消。據悉，各院校通常無法輕易追蹤學生嘅簽證案件或提供支持。各大學需要通過查詢系統先至能夠發現有簽證被取消。有時候係學生收到國務院取消簽證電子郵件通知之後，先至知道此事。一旦留學生嘅簽證被國務院取消，該學生就必須離開美國，並喺重新審查之後再重新申請簽證。但係目前亦有留學生通過訴訟，暫時保留有效身份。各大學尚未公布被取消簽證嘅學生名單。呢個星期以嚟，簽證撤銷嘅報導已經從斯坦福、哈佛同哥倫比亞大學等精英大學嘅學生蔓延到各州嘅高等教育機構，涉及唔同國籍嘅學生。不過，與2月同3月嘅留學生驅逐出境案唔同，當時政府取消咗與親巴勒斯坦抗議活動有關嘅學生簽證，並同時進行咗拘捕。目前，聯邦執法部門並未拘留被取消簽證嘅學生或大學工作人員。4月11號，美國一名移民法官裁定，哥倫比亞大學親巴勒斯坦學生馬哈茂德·哈利勒可以被政府驅逐出境。哈利勒喺3月8號喺紐約市哥倫比亞大學嘅公寓樓被捕，並被轉移到路易斯安那州一所監獄。但哈利勒唔會立即被驅逐出境。佢嘅律師表示，佢哋將對法官嘅裁決提出上訴。呢個係親巴勒斯坦外國學生對美國總統驅逐校園抗議者嘅第一個
最受關注嘅案件。國務卿之前公開表示，佢哋將採取合法手段驅逐喺美國境內支持指定極端組織嘅外國留學生，並指出美國俾外國學生簽證係為咗學生學習用，而唔係喺校園充當搗亂活動家。美國總統川普4月11號簽署國防備忘錄，擴大美軍對美墨邊境附近聯邦土地嘅控制，以加強美國邊境安全，賦予美國國防部對美墨邊境沿線聯邦土地嘅管轄權。呢項命令將前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劃定嘅羅斯福保留地設為國防區，包括從亞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到加利福尼亞州嘅狹窄地帶，但唔包括聯邦印第安納人保留地。自1月20號上任以嚟，川普總統兌現競選時嘅承諾，收緊邊境政策，以確保美國邊境嘅安全。根據呢項備忘錄，美國軍方可以抓捕非法入境嘅人員，並移交移民局。川普總統仲授權軍方承擔國防區內包括建設邊境牆同安裝偵測同監控設備嘅任務，並允許國防部長依照先前嘅權限，向軍事設施內嘅平民發出撤離令。該備忘錄響4月11號生效。呢項命令最初喺聯邦土地嘅有限區域內實施。喺生效45日後，美國政府將對呢項命令進行評估。自4月12號起，中共針對美國商品加徵關稅，從原本嘅84%飆升至125%。美方早前嘅報復性關稅更將對中方產品嘅總稅率推高至145%。呢場互斬關稅嘅貿易戰正在將中國嘅外貿產業推向深淵。沿海地區嘅工廠、電商與物流業者苦不堪言。浙江、義烏等地唔少工廠接到訂單之後，已經採購原材料並啟動生產，但係因客戶取消訂單，導致大量庫存冇人收貨，價值幾十萬美元嘅合約瞬間消失。原本一年可達40億美元嘅聖誕經濟，如今恐遭腰斬。一位從事外貿嘅黃女士表示，與美國客戶談洽價格之後，突然遭遇關稅暴增，利潤瞬間蒸發。佢直言，靠外貿撐內需嘅模式正在崩潰，同業大量倒閉，供應鏈轉移潮已經啟動，物流業亦受到重創。小包裹原本享有免稅或低稅優惠，而家卻需要繳200美元固定稅金。以一個5美元嘅水杯為例，經關稅之後，價格暴漲200美元，等同令 Temu、拼多多等跨境電商難以為生。運輸成本亦飆升，每公斤海運運費從19蚊升到24蚊，令到利潤本已經微薄嘅業者幾乎冇路可走。更嚴重嘅係失業潮嘅蔓延，外貿業長期依賴對美出口，而家訂單銳減，資金鏈斷裂，連高薪高管亦被迫暫停出差。隨住畢業季來臨，千萬名新鮮人將與轉型嘅外貿從業者一齊逼入國內職場，加劇就業內卷。業界普遍認為，中共此番加稅目的係反制美國，卻重創本國經濟命脈。有業者坦言，呢個唔係慢性病，係突發心肌梗塞。唔少人已經唔再對政策期望，轉而公開發聲，怒敲中共早應該倒台，期盼中國能夠重回正常發展之路。呢一次新聞播報完畢，多謝收聽。